来看中华这139县道，这沿路是弯弯弯弯，真侪人拢会去遐泊车。警方嘛决定要伫这条县道装科技执法的设备，要划即寡徛倒摆过弯、超工甲车骑一并的危险行为。而且这一张罚单就是12000起跳。我都会经过转弯的所在，缀甲正街过去，拢互科技执法的设备翕落来，未来阁会食一张罚单。中华139县道是有名的跑山路线，交通事故一大堆。为着要处理竞速过弯的行为，警方决定要伫咧凯做事的5.8到10.2公里之间，增加2个科技执法的设备，只要联合涂骹的叶角比60度较细，经过判断有故意对车的行为，都会开罚单。对于跑山骑士来说的话，有的人想要激烈超驾或者什么样的，通常这种地方其实是不危险的，主要是骑的人怎么骑。在车道内也没有超速，没有怎么样，你能说他是危险驾驶吗？哪一条法说有规定说不能压车，对啊，你像是，我觉得你要有法有据啦。有骑车认为讲家己真规矩，咧骑车唔惊犯法，但是嘛有人批评处理底车是依法无据。中华县政府过去捌伫139县道加装风浪的交通间测速的翕相机，但是共款一堆人在驾车。即马佫提出全台湾第一个科技执法的处理底车过弯。警方讲，系统会24点钟自动侦测翕相，才互人工去审评甲无出卡挂伫边啊，即种无应该出现的姿势，也是到危险驾驶的程度，就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条例43条，该开12000以上的罚单。那如果路面低于那个夹角60度，它都会照相，存档，那回传到我们后端来，那我们再做一个审核，看看驾驶有没有这个危险驾驶的行为。警方讲，即马开始到14时转道期，15开始正式处理。车友烦恼讲，罚甲遮尔重，短期内可能有效果，但是长期恐惊会造成行车速度降低，引起塞车。另外，可能阁有一大堆罚单的认定会有争议，拢需要去思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